新娘带到了。你真的要嫁给他吗？你是他的大哥，我们不能做这种事。别这样，嘉浩他快来了。我要的就是你这个弟媳。欧阳月，这辈子你只能做我的女神。放开我！别这样！醒醒！放开他！可你到底还是来了！放开他！要杀的人是我。大哥，你很爱他吗？你比我还爱他吗？你死，他便能活。谢子枫，不要！不要！谢子枫，不要！再见了。不要！二爷，时辰差不多了。时辰到，起灵。慢着！大小姐，她的老爷遭遇很难，刚刚去世。他是要抢洋行的。二爷是咱们红帮的老大。欧阳月。欧阳月，你到底是？女儿回来晚了。我是欧阳家的大小姐，是巨富洋行唯一的继承人。爹的葬礼由我负责。大小姐，老爷临终前把洋行交给二爷了。刘管家，你说爹把洋行交给了二叔，可有凭据？哼，凭据？你以为二叔当上这红帮的老大，靠的是以德服人？老家伙，露真面目了！给我上！别过来！志军，于浩儿这儿的，去吧。跳，大小姐还会玩枪呢，当心走火伤着自己啊！有本事开枪！嗯。弄死他！叛徒，给我一起弄死！
住手！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救我？大小姐，你这是要恩将仇报吗？开枪啊！难道要我教你吗？下次开枪一定要记得检查里面有没有子弹。你怎么了？来。你是谁？红帮信堂，秦继凤。二叔的人。那你为什么救我？报恩。报恩。这是我爹的东西。欧阳老爷救过我的命。
那我爹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快，这是！好，先出手帮我一下。快！有人来了，快走！小月，怎么还受伤了？没事儿。哎，嘉浩，今天是他救了我。啊，那不能让人白白出力。李副官，上。是。多谢，救了我们家少爷的未婚妻。家里的事都听说了，这几天你先住到督军府去。嘉浩，我得回家。要。梁家豪，我等你很久了，我要从你那里夺走一切，好戏才刚刚开场。老大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昨天吓死我了，生怕打不准。不碍事。哎，欧阳小姐那边怎么样了？我们发电报叫她回来，又演了这么一出英雄救美的戏，我们的复仇计划能实现吗？他被梁家浩带走了。带走了？那我们不是白忙活了？救命之恩，他会来的。梁家浩想要娶她，没那么容易。少爷，那天和欧阳小姐在一起的人叫秦继风，背叛了红帮，正在被追杀。要不，我派人去把秦继风做掉算了。何必亲自动手呢？小月会不高兴的。想办法把他的行踪透给红帮，明白吗？是。红房子出了几款新的蛋糕，我特意把所有的西点师都请了过来，让他们做了几款拿手的糕点，你试试看，看喜欢谁做的。不必这么费事儿。不费事，你喜欢就行。小姐，门外有人送了个东西过来，说是要给小姐。给我？有伤不敢。来。有事？没事儿，拿下去吧。是。嘉浩，背叛红帮的人会是什么下场？红帮与我平日没什么来往，不过这种帮派的规矩都大同小异，背叛帮派，轻则断手断脚，
重则暴死街头。今晚就别出去了。二爷，让你不葬身之地！不是你让我来的吗？我只是不过远处而已。哎，外面这么大的雨，你还出去了？贾浩，秦继风之前为了救我得罪了二叔和红帮，我不能不管他。小月，你身上先回房间换身干净的衣裳吧。可是他……放心，包扎的事交给我。好。在这督军府谋个差事，我是欧阳小姐的保镖，我只保护欧阳小姐一个人。
少爷，背叛红帮，还能留条命，你也算有本事。不如跟着我，在这督军府谋个差事。我是欧阳小姐的保镖，我只保护欧阳小姐一个人。少督君下手挺重啊，但是对欧阳小姐还是很温柔。明明心里100个不乐意，也不敢说一句真话。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没说这话。少爷心胸宽广，让你去督军府是给你面子，也给脸不要脸。李副官，别伤人。就算是狗，也是救过小月的狗。放心吧，少爷，督军府礼数周全，我自会好好谢的。住手！嘉浩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嘉浩，嘉浩，你别生气嘛。我知道你觉得我不应该带一个外人回来，但是我有自己的打算。你别生气了。小月，我是担心你。你回国时日尚浅，不知人心难测。像秦继风这种在生死场打滚的人，心思太沉，身上的血腥气太重，绝不是可靠之人。我知道，我也不是完全信任他，但他是个可用之人。要对付二叔，拿回洋行，我身边需要这样的人。我也可以帮你，整个督军府都可以帮你。嘉浩，我知道，我有危险，你一定随时都在。但是你相信我，我要堂堂正正拿回洋行，立足红城。我当然信你，只要你需要我，我就在。早啊，小姐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小姐的保镖，从今天起，每天早上我都在这儿等你。哦。秦大保镖，你别跟得这么紧，行不行啊？安全距离5步以外。我的安全距离就这么近。环儿，帮我拿件外套。刘管家早上把下人都遣散了，如今小姐身边只有我。你的外套。没想到你还挺细心的。那走吧，环儿。手脚都利索点儿，把这些残枝败叶全都给我清了。是，现在可养不起这些花花草草了。住手！刘管家，
这花房是我爹送给我的，轻不轻的，轮不到你来说话。大小姐，这可怪不得我呀。哎呀，老爷不在了，凡事啊都得省着点花。我也是为了小姐好。那你怎么不把自己给省掉？哼，我自幼进入欧阳府，是老爷亲自聘请的。大小姐怕是没资格赶我走吧？刘管家，不是你，小姐还站着，忙你做的饭。你要干什么？秦大保镖，你不是说今日要教我射击吗？不如就现在吧。小姐吩咐，自当从命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乱来啊！你不能乱来呀！小姐，这可使不得。要不要试试？吓死我了！试试也无妨。啊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饶命啊！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我错了，饶命，饶命！饶了我这一次吧，大小姐。双手握紧，两脚大于天空，手肘膝盖微微弯曲，瞄准。饶命！开枪！小月好枪法。江浩，你今天不是有军务吗？怎么来了？我特意推了军务陪你散散心，车在外边等着呢。今天是私人约会，你就不必跟着。一个外人在身边，总是不太方便。今日很高兴，谢谢你陪我散心。就是洋行那边，我知道，你有自己的计划，我不会乱来。谢谢，幸好有你在。早点休息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注意安全啊！早点休息。秦继风，你这是？啊，我今天看那个角落里这些花还活着，我就给它们搬了出来，浇了浇水，晒了晒太阳。爹说，女儿是父亲前世种下的玫瑰，如今爹不在了。
小月，你的包。小姐睡着了，别吵她。